好嘅樓盤價錢貴，切嘅樓盤你又睇唔上，又平又靚嘅樓盤只有套路同中伏。今日我哋嚟睇呢一個央企保利天字系嘅高端之作，冇任何套路，只有真材同實料，非常之適合我哋港澳人士上嚟大陸置業啊！一於咁話，上去睇睇。喺廣州同名嘅保利天郡咧，賣緊過千萬一套啊！喺呢一度你只需要攞出1/5嘅價錢咧，就可以買到一套過千尺嘅大單位啊！最重要嘅係樓下咧就係地鐵站啦，45分鐘你就可以去到廣州嘅珠江新城啊！仲有最大嘅高鐵站中山北站，25分鐘你就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啦！屆時咧可以直接通埋香港西九龍噶。呢一度咧講緊揸車去到深圳都係9個字嘅時間啊！買咗呢一度咧，相當於係買咗一個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啊！而家我哋嚟睇呢一套咧，就係118平方做到南北對流嘅4房2廳2衛，每一個空間咧都會做到非常之市正啊！而且住喺呢一度咧非常之舒服噶，樓下咧就有1000畝嘅人才公園啦，得閒帶上你嘅屋企人落去曬下太陽、跑下步都係非常之寫意啊！喺我哋屋苑入邊咧，更加有3000平方嘅一個高級會所啦，任你使用嘅，裏邊有健身房同埋恒溫泳池噶。最緊要係咩呢？而家呢一度咧係現樓現值，即買即收樓噶。花園同埋呢一個會所咧，都係做好眼見為實嘅，俾到我哋更加嘅放心啊！全屋都係精裝修交付，用翻一線嘅品牌。睇翻門口呢一度咧，仲可以擺埋一排嘅鞋櫃，放埋100對鞋都完全冇問題啊！第一間房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啦，可以作為長者房去使用嘅。跟住鏡頭就嚟睇下我哋另外嘅3個休息區域啦。呢一間咧開發商就做咗一個多功能嘅茶室啦，我哋亦都可以做翻一個書房嘅。隔籬咧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所見到嘅家樓標準咧，亦都係非常之企理嘅。呢一間咧就係你嘅 BB 房啦。最後嚟到我哋嘅主人大套房呢一度睇睇，擺咗一個 Queen size 嘅大床咧，亦都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噶。而且景觀露台呢度望翻出去咧，見到我哋嘅國際雙語學校啦，對面仲有一個3-1級嘅重點學校啊。小朋友由細到大嘅教育配套啦，呢度都配齊晒啦，行路翻學都得啊。除咗呢一個118平方嘅4房單位，仲有89平方嘅3房單位同埋178平方嘅大平層單位啊！而家購買呢一度，開發商咧唔單止首期上會有補貼，仲會送埋你2年嘅物業管理費啊！大家覺得呢一個央企保利嘅地鐵站上蓋物業正唔正呢？歡迎評論區話俾我聽。